后来乡亲啊，一般咱拢掠准讲骑机车上会去试到空气中有害的铺粒啊 PM2.5，但是环保署上新的研究毋是安尼哦，讲这节温所试到的 PM2.5的浓度比骑乌多摆搁较悬，也就是甲节温、坐公车、坐汽车、骑机车、骑铁马甲行路这6项摕来做一个比较。 结果是节温所受到的空气污染上介严重，但是专家讲，这还阁有讨论的空间。PM2.5空气品质歹，愈来愈侪人减少骑机车，改坐节温。不过环保署甲国卫院上新的研究，热天 PM2.5浓度暴露量上悬的是节温，是大气环境1.68倍，机车1.4倍，脚踏车1.37倍。 行路1.36倍，公车1.02倍，汽车暴露量上低0.29倍。高甲冬天这排数是差不多，但是有教授认为研究也有讨论的空间。研究看到说捷运浓度比较高，机车浓度反而比较低，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蛮有趣的。这跟我过去的研究的结果基本上是完全不太一样的。所以在捷运的月台上面的道路的汽机车排放的空气，把它挤到月台这里来。骑机车的时候，或者是骑脚踏车，或者是在开车的时候的浓度确实高了。但是如果你要考虑通勤的时间、通勤的距离，那捷运的铺路的剂量不见得会高，那反而可能是最低的。国卫院解说，这是瞬间的清凉弹，若是时间久长，也是坐节温较安全。好，尤其是我们一进到车厢以后，就不会暴露在这个情况，所以请民众不要因噎废食哈。台北捷运表示，过去自主检测发现PM2.5比机车较低，公司嘛有持续落实站区的清洁维护、空调、通风、清洁等等。若是民众疑虑建议，也是挂嘴啊。